欢喜学台语，真福气的阿嬷，今日要来讲23篇九九重阳节。根据故事册记载，东汉的时代，民间传统习俗相传到现在。九九单数2字相读，阳数代表大耙尾，嘛会使讲长长久久，步步高寿。后称作中秋节，咱政府对满65岁老人家有发一包敬老节的，互老大人福寿绵绵的意思。即天是说爱祭拜9贤7祖祖先，互因会当敬老尊贤，饮水思源。拜公妈以外，阁会使去爬山、放风吹、行山路，对大家身体勇健。伫个细汉的时阵，我伫庄脚囡仔，我看到阮庄仔内传感师摕一张纸，用鉛笔写，有汉字的暗号仔的字，闽南语、华语，拢写做伙。阮阿爸摕起来咧念，袂歹哦。伊讲爱甲整理起来，用台语字讲诚趣味。我甲整理49句的7字念谣，要来分享互大家。主题叫做老人的心声。第一句：风吹日晒人快老，青春一去不回头。光阴亲像溪水流，人生一切免计较。想袂到啊，想袂到啊，哪会遮紧就来老？人老勇行上要紧，万项需要较谨慎。终生不老有原因，若爱身体健康，透早起来做运动，新鲜空气胜营养，毋免食药血气通。健康老伴有所靠，也可小招来佚佗。万项关心义务做，一生快乐无风波。老友可比老兄弟，泡茶开讲谈情理，互相讨论爱客气。春夏秋冬过一年，老友大家无计较。我你一年一年老，少年为厝咧奋斗，好歹也是到最后。老人事事看互开，大家定定来做对，斗阵散步世界行，毋免怨叹好大气。食了一切爱简单，生活起居该平凡，保护身体有自信，身体无病幸福家。3顿着爱食好饱，若知知足着无差。食老的人爱觉悟，拢爱保持老风度。讲到老人的心声，句句实在拢有影，毋是虚伪讲好听。天经地义照步行，家财万贯3顿饭，千间万屋一顶床。人生可比一出戏，心情放互笑眯眯，身体健康毋免医。大家岁寿食100字，上帝佛祖保庇你。49句，祝福你吉祥如意。再会，听了好，请恁按小叮当，努力。